大家好啊，我係芳芳。汕頭嗰邊都幾適合自由行噶，因為嗰度有歷史、有博物館，仲有潮汕美食。咁我去咗呢，就係汕頭小公園嗰邊嘅景點啊。咁你聽到小公園係好細噶？唔係，佢個面積有香港嘅尖沙咀咁大噶。裏邊有好多近100年嘅建築物，咁亦都係近年咧汕頭市政府咧努力嘅去推廣啊、改造啊、翻新啊，成為一個重點嘅旅遊區啊。到咗夜晚黑咧，整個景區咧就會着晒燈嘅，非常之浪漫噶，有啲感覺咧好似去咗歐洲一啲小鎮咁啊！你身在其中嘅感覺啊！放低行李就即刻出去啦！喺呢個風景區裏邊走走行行，真係好舒服啊！啲樓呢就外形非常之靚，有好多新潮嘅鋪頭啦，亦都好多嘅咖啡館。嚟到著名嘅汕頭旅社打卡位下，哇！你睇下幾多年青人喺度影相。汕頭旅社4個字呢就比較距離遠咗啲吓，不過影到2個字呢都好開心嘅。跟住呢一路行去中山公園八角亭呢個廣場吓，咁佢就非常之有歷史，亦都係呢個小公園裏邊嘅中心地區。沿途見到好多商鋪都好年輕化，嚟到呢間鋪頭，你睇佢看似呢就賣嗰啲舊嘅物品啊，60、70、80年代嘅，其實佢係一間新嘅鋪頭嚟噶，係賣一啲懷舊嘅玩具啊，一啲記憶啊，就好似我用咗5蚊人民幣買咗呢個波子機咁樣。想用俯瞰嘅視覺去睇中山八角亭廣場周邊嘅環境呢，就最好幫襯附近嘅樓上鋪或者係餐廳。嗱，我喺呢間潮汕甜湯嗰度食完糖水之後呢，就幫襯隔離嗰間餐廳啦，18蚊買咗一隻腐乳雞翼啊，係當地好聞名嘅美食嚟噶。因為呢係即時製造嘅，咁佢就俾個牌你，咁我哋上樓上嗰度，佢有2層個噃，哇！但係上到第1層呢，已經非常特別啦，覺得好有工業風啊，好多鐵嘅元素啦，有啲人喺度用餐，因為呢佢仲有其他菜式食噶，好似意粉啊、披薩啊、扒類啦，咁我見到有啲人呢就喺度玩手機啊、睇書啊咁樣。八角前邊呢有一排窗喎，係向住八角亭嘅方向，咁啊於是試下推開個木窗啦，真係推得開個噃，哇！好靚啊！呢個景色吓，喺上邊俯瞰落去嘅，咁你可以好清楚咁樣睇到嗰啲街道啦，係點樣放射性咁樣向外伸展啦。由上邊呢個角度呢，睇翻整個廣場啊，周邊咁多古老嘅近100年嘅建築物圍住噃，真係好開心啊吓！但開心之餘呢，都要講講嗰隻腐乳雞翼啊。佢送到上嚟嗰陣時呢，真係熱辣辣，好大隻個噃。咁呢就搣開佢啦，好熱噶，真係搣開咗之後呢，原來佢啲脆漿呢係脹卜卜嘅。其實隻雞翼呢都相當大隻，啲肉呢係好 juice 嘅，有陣陣嘅腐乳香味啦。咁但係又唔係好重手嘅啫噃。咁佢個鹹度係適中嘅。有少少華鹽味咁，相當好食噶呢隻雞翼，大家過到嚟不妨又試下。跟住介紹一個用2蚊人民幣嘅景點，咁想睇日落呢，就要較啱時間噃。咁我5點鐘呢，就去到廣場渡輪碼頭，咁其實呢，佢隔離亦都有一條隊噶，冇咩人排嘅，10蚊人民幣，行嘅路線係一樣，主要呢就係俾啲遊客。但係咧，大家都係嗰個心態啦，因為香港長者出行咧最平係2蚊啊嘛，呢度2蚊咧就可以搭到來回程啦。嗱，一上船咧，咁當然會見到當地嘅居民啦，會有單車啊、小汽車啦。但係你睇下，好多人咧都急急腳咁上一層喎，而且咧揾一啲有利嘅位置啊。咁呢啲多數都係遊客嚟噶啦，就好似我咁樣。
太陽照射陽光喺海面上邊，見到鱗乾片片啊，咁都相當靚噶。去到對岸呢，冇即刻搭返回頭船噃，睇睇個天先。啊，見到嗰個駁位呢，有啲人喺度影相啊！哇，非常之特別嚇，幾位女士呢就着晒旗袍，仲有專業嘅攝影師啊！啊，等下等下呢，見到個天色開始橙色咯噃，於是呢，好多人一齊呢就入返個碼頭裏邊啦。我都叫做影到啲橙色嘅黃昏日落景，睇下嗰座玉石大橋幾靚，幾滿足噶。雖然有人話咧呢個景未係最靚，因為呢當日就比較有啲雲層啦，但係我就當我自己成功咗噶啦，好有滿足感吓。1蚊搭船又影到橙色嘅日落景色。喺景區裏邊呢都有好多出名嘅食肆噶，嚟到汕頭就食翻一餐牛肉火鍋啦。嗱，前邊呢就有間潮王叔牛肉火鍋店吓，呢間食肆呢裏邊相當大噶，佢嘅裝修都唔錯噃，幾靚。喺大眾點評裏邊呢點咗個雙人餐吓，都唔使200蚊人民幣，已經包含咗4款嘅牛肉啦，有雪花、吊龍、慈仁、肥牛，當然仲有去潮州嘅牛丸啦。哇，呢個牛丸真係好食，口感非常之好，而且好彈牙。仲有呢一鍋呢即食嘅炆牛腩啊，佢啲牛腩呢炆得好入味，同埋好香濃嘅牛肉味啦，切得細細件咁樣，一口一啖。當然仲有其他打邊爐嘅配料啦，唔使200蚊，呢一餐都相當抵食啊！再睇我 book 嗰間有陽台嘅民宿旅社，呢座建築物就係我 book 旅社嘅所在地啦。建築物雖然好懷舊，但係大堂呢就非常之新潮啊，就非常之整潔，而且係充滿文青嘅氣息。雖然呢度冇升降機，但係服務員呢會幫你搬行李上去嘅。哇！入到個房間度，最矚目嘅呢就係有一個70幾寸嘅投射大電視機熒幕啊！當然我最關心嘅就係呢個陽台啦，真係同網上嘅照片呢冇走樣到噃。特色嘅瓷磚地面啦，仲有呢啲懷舊嘅石圍欄，佈置得呢有懷舊嘅 feel 啦，亦都好簡潔，有啲藤椅啊咁。喺呢個陽台嗰度睇下呢個小區嘅日景同埋夜景，飲一杯佢哋當地人呢最中意飲嘅油甘汁，係咪好寫意呢？下一次再同大家介紹汕頭呢邊嘅景點啊、博物館同埋潮汕美食。拜拜。